大象，天下王，王而不害，安平泰，乐于耳。过客时，道之出口，但乎其无味。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可计。所以你看，伊咧讲这篇，伊嘛是讲道啦。所以伊来讲啊，看袂到啊，听袂到啊，摸袂到啊，毋过咧，作用出来咧，叫做真空心妙用，妙不可言的对啦，吼。好，别讲真